大家好，24節氣中的大暑，乃炎熱之極。這時大自然氣溫最高，也正是人體陽氣相對旺盛的時候。道家講順時而養，日常要勞逸結合，不要過度用力，否則易損陽氣。夏季為心所主，道家亦重清心寡欲，平心靜氣，少煩少躁。你會發現心越安，身體就越不容易被熱意牽住走。對照《黃帝內經》的春夏養陽，關鍵在於養而不躁，不逆季節的陽盛，也不讓情緒攪亂。夏季涼盛，蔬果當令，多是水分豐富，像冬瓜、西瓜、南瓜以及番茄、茄子、芹菜、生菜、蘆筍等都可適量常用，也可選菊花茶、冬瓜薏米水來清熱消暑。最後道家提醒：和而不偏，忌貪冷飲，免傷脾胃，清淡適量，讓身體得其所養，自然更安然度暑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道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